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禮敬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者，禮敬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者，禮敬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者。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ธรรมปดพุทธวักกะกาถาเอกูณสีติสตังยัสสจิตตังนาวจียติจิตตังยัสสโนยาติโกจิโลเกดังพุทธามานันตโกจรังอัปปตังเกนะปเตนะนิสสทากาถาอสีติสตังยัสสจารินีวิสติกาดันหานาทีกุหินจนิตเวดัมบุทธามานันตโกจรังอปัตตังเกนะปเตนะนิสสทา Dhammapada Chapter 14 The Buddha Stanza number 179 By what track can you trace that trackless Buddha of limitless range, whose factory nothing can undo, whom none of the vanquished defilements can ever pursue? Stanza number 180 By what track can you trace that trackless Buddha of limitless range, in whom exists no longer the entangling and embroiling craving that perpetuates becoming. 法句經第14章佛陀179佛陀的勝利是圓滿的，他不會再生起煩惱。佛陀的智慧無邊，無跡可尋，還有誰可以誘導他呢？180佛陀已斷除渴愛，慾望已不能誘他重回娑婆世界。他的智慧無邊，無跡可尋，還有誰可以誘導他呢？法句經第14章佛陀179佛陀的勝利是圓滿的，他不會再生起煩惱。佛陀的智慧無邊，無跡可尋，還有誰可以誘導他呢？180佛陀已斷除可愛，慾望已不能誘他重回娑婆世界。他的智慧無邊，無跡可尋，還有誰可以誘導他呢？추기칙수제바세차웨도 죽시바 생기기류 치제갸탄 둔주튼구바 타예 상게 람기웬 람캉기큐 지수닉 강기길와 팜체텔 텔라수경 지니까 치제갸탄 기주바 타예 상게 람기웬 람캉기큐 지수닉 강라몽체 스테바니卷且波與迷言。任何來此聚會的眾生，無論是住在地上或天空的，但願一切眾生都快樂，願他們細心聆聽我說。因此一切眾生請諦聽，應向眾人類散播慈愛。他們日夜來供養你們，故應精勤地保護他們。無論在這世間或其他世間的任何財寶，或在天界的任何殊勝珠寶，都沒有和如來佛同等的。在佛陀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與願得安樂。寧靜的釋迦牟尼已徹悟，滅盡離欲，不死與殊勝，沒有任何東西能和法同等。在法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與願得安樂。至上佛所讚歎的清淨，被稱為無間隔的，找不到和此同等的東西。在法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與願得安樂。
具得這讚歎的8種人組成4箱，他們這些應供者是如來的弟子，布施給他們會帶來大果報，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要穩固的心，透徹地修行，在喬達摩佛的教法裏不再有貪欲，他們以正應正之法進入了不死，他們輕易地享受所證悟的寧靜，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正如心智地裏的柱子不能被四風動搖，我說已經切見聖體的善士也是如此，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清楚地觀照由擁有深奧智慧者善巧教導之聖體的人，無論他們多麼放逸，也不會有第8次投生。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對於正德之見者，有3法已被他斷除，即身見已與越過他有的戒禁取見。他已完全解脫了4惡道，絕對不會做6種大惡。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無論他透過身或口或意所做的任何惡業，他都不會伏藏他。所謂見道者，絕不會這麼做。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佛陀所教導向涅槃帶來最高等利益的至上法，就像夏天第1個月的樹林盛開着花，在佛陀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至上者之至上者給予至上者帶來至上者教導無比至上法，在佛陀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舊的已滅，新的不再生起，他們的心不執着未來生；有的種子已滅，他們不再生起對生命的慾望。那些智者像燈滅那樣熄滅。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任何來此聚會的眾生，無論是住在地上或天空的禮敬人天尊敬的如來佛，願得安樂。任何來此聚會的眾生，無論是住在地上或天空的禮敬人天尊敬的如來法，願得安樂。任何來此聚會的眾生，無論是住在地上或天空的禮敬人天尊敬的如來真，願得安樂。